呢個係第48場次。第48場次香港迪士尼樂園混合錦標賽決賽，第一線道立方郵差香港有限公司，第二線獨木龍，第三線 ABC 巴士龍，第四線魚鷹挑戰龍，第五線天官潮木須龍，第六線香港遊艇會，第七線 Stormy Dragons， 第八線女國南海商會節藝龍，同埋第九線深水埗體育會自由龍。一個廁所機男魚鷹嚟㗎喎，魚鷹嚟㗎喎，魚鷹！好啦，睇到啦，曾經咧第一場初賽咧就係攞到第一名嘅女港南海商會節藝龍喺第8線啊，而家咧就稍稍落後啊，領先咧就係第6線嘅香港遊艇會，仲有咧本身係第7線嘅方艇喺第2位，但係而家第4線嘅魚鷹挑戰龍已經咧都上嚟㗎啦，仲要係直接挑戰呢個第6線嘅香港遊艇會過埋添啊，已經4線，哇！跟住6線咧，哎呀，一直個浪咧嗰個龍頭啊，亦都升緊住，但係6線都好犀利啊！而家咧首先高線嘅就係4線啊，魚鷹挑戰龍，第2名係6號線，第3名咧仲有得好緊啊，後面仲有上緊嚟7兩嘅龍咧就6線衝啊！